苦等1年，11歲嘅鄧啟謙仔終於等到合適嘅心臟移植，成功換心之後，佢精神良好。開心啊！有冇啲咩説話想同捐個心俾你嘅人啊，或者家屬講啊？你頭先都話要多謝人㗎。醫生話謙仔康復進度理想，估計最快2至3星期之後就可以出院。入嚟嗰陣時，或者佢最差嘅時候咧，應該係30零40 kg 嘅啫。到佢做換心手術嗰日咧，已經去到50公斤啦。咁即係話呢段時間咧，其實佢係重咗大約成10公斤嘅。咁即係其實佢係生長緊嘅。如果喺一啲末期嘅差嘅心臟衰竭嘅病人咧，其實咧佢係長唔到肉嘅。所以喺佢嚟講咧，其實咧佢個身體咧喺呢一段時間咧係有個適當嘅保養嘅。2年前，謙仔被診斷原發性擴張型心肌病，之後需要靠外置人工心支撐282日，破紀錄成為亞太區最年輕及使用人工心最長時間嘅病人。期間，謙仔經歷腦中風、胃出血及心臟停頓，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